惜时情谊，说断就断，下手毫不留情。你看见了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的下场。不是一再的退让就会有好结果的。碧瑶，我要你记得，一辈子都记得我肩上的这一道伤。你的伤在身上，他的伤或许是在心里。会下手打伤喜欢的人，内心也一定非常难过吧？碧瑶，这不再是你们儿戏嬉戏的打打闹闹，你知不知道，在100年前，任督门和长生堂彼此离心，明日一旦开战，必定会左支右绌，难以驾驭。宗主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我只怕拖得久了，会夜长梦多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颗棋子。萧逸才没有多大的作用，3番2次。仍未取到诛仙剑。青云上下，能够请动诛仙剑的只有道玄一人。可现在，他身负重伤，根本没有办法驾驭诛仙剑。明日，我们当倾尽全力攻击通天峰。5卷天书已得其2，张小凡身上还有1卷。此次若不能把诛仙剑中的那1卷天书取出来，复活兽神的大计便得提前启动。事在人为，只要明日宗主能够拿得下通天峰，诛仙剑我亲自去取。哎，小凡，你说曾叔叔怎么知道这里有密道？不知道害死我多少弟子。说的是啊，那个幽姬只不过是受了一点轻伤，而他那宝贝女儿，哼，半点事都没有。说到那个臭丫头，我就来气，在孔桑山，要不是她勾搭青云门那个小子，于都城怎么会落入敌手？鬼王对那个小子也另眼相看。
真不知道他是站在哪一边的。听说在流波山中，他还当众宣布，让张小凡当他的。我看这件事吧，还是得从长计议。虽说现在青云大势已去，但是在山上的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不如等到明日鬼王攻山之时，我们躲在后头，光出声不出力不就得了？现在上山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又是何苦呢？我就知道，老弟你是个奸诈狡猾的家伙。独兄，我可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么晚来找我，不也是没有拿定主意吗？我看还是等到明日，看鬼王有何计划，我们再做打算。时辰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又是你们！手下败将，回去练功了吗？小心，他身上有兽血。你先走。颜如玉，哎，雪姐，你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进去找书了？我只是想找几本剑谱，哪像你呀？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你知道我在找什么书啊？这等了一夜了，天都亮了，他们怎么还没出来啊？对方竟敢孤身涉险，必定另有目的。你带上人搜索全村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子。是。又是秦无言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报仇？现在不行，大局为重。金玉和小凡多半是被敌人发现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落入敌人手中。应该不至于吧？天已经亮了，他们应该是躲在什么地方，不敢出来，怕打草惊蛇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是按原计划进行。走。这个是我在于都时为了开水滴研制的火消神石粉。一包顶上百包炸药，只要一点点就能把敌人炸上天。但是呢，需要用这个法宝灵力来点燃。你把这个东西啊放在村子里面魔教弟子聚集的地方，先做好准备，咱们再伺机引爆。哎，雪琪，千万小心。
对我笑了。师兄，掌门师兄伤重如此，而七位蜈蚣的毒还未去清，这么下去该怎么办呢？昨日魔教率众攻城卫国，依我看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定会卷土重来。苍松放毒，重伤了掌门师兄，更是杀害了天云师弟。但是他在逃离之时，并不知道掌门师兄的伤势如何，哀兵士气，势不可挡。虽说天音阁跟焚香谷已经离开了我青云，但是如若魔教再犯，一定会迎来我青云上下玉石俱焚般的抵抗。是以拖延最后交战的时间，让他们身心疲惫，时间一长，人心涣散，自然无力再战。只是他们并未知道，掌门师兄受伤如此严重，否则的话，他们定会携全教继续攻上山来，到时候胜负未必可知。依我看，要破此局，要寻求外援，内外夹击，方能破其实力。
跟我提起过你，于都定海庄之时，你曾救过他，在此，我先向你谢过。哼，100年前，你攻打我们师门，被我师祖打成了落水狗。这100年里，你的双手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？你，还有你，你们这群亡命之徒，迟早有一日会死在诛仙剑的剑下。好啊，我倒是想看看，是我们死在青云门，还是青云一脉尽死在我万古噬心虫之下。待我攻上青云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折磨你师父。哼，你现在就可以去找我师父了，他和你们已经是一伙的了。果然是苍松的弟子，胆识过人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张小凡，只是不知是何用意，又逃去了何处。想要他开口还不容易，交给我。这个人与我长生堂有深仇大恨，定海庄一事，与鬼王宗的嫌隙全是因为他挑拨而起的。不如把他拖到外头，拿他的头祭旗。哎，此人我留着还有用，还请二位稍安勿躁，我会做出另外的安排。大敌当前，老兄，你留他做什么？是想扰乱军心呢，还是留他当人质？这个就不劳您操心了。我说鬼王，外面都说你心爱青年才俊，一个张小凡也就算了，如今又要留他的性命。我说，你究竟想招几个女婿啊？这里我是盟主，既然决定的事情，就不必再多说了。二位，请吧。你想杀就杀，想招揽我，别痴心妄想了。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了兽神的力量。到底是谁在你体内注入了兽神之血呢？让我好好想想。是我师父。是他？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。鬼王，即便我青云出现了叛徒，但我青云门绝不容你小觑。我向来敬佩青云，因为青云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敌人。只可惜当年天成子掌门死后，万剑一被囚，青云就再也没出过英雄了。苍松潜伏青云多年，早已将你们门中之事事无巨细全都告诉我了。果然，这全部都是你的阴谋。不过你身上的兽神之血倒是个意外。眼下青云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，只可怜道玄一世英名，竟落得个身中剧毒、性命难保的下场。我不杀你，也是看在兽神之血的面上。告诉我，张小凡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。你死心吧，小凡不是苍松，他永远不可能会屈服于你。小凡，小凡，你不是埋炸药去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鲸宇呢？鲸宇被抓了，
应该就关在这个书屋里。鬼王的联盟就会一致对外，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攻打青云之前，想办法离间他们。昨天晚上我听到了玉阳子和毒神的对话，其实他们人心不齐，各怀鬼胎。只要离间成功了，我们就可以瓦解这个联盟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分头行动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从万都门的弟子下手，一箭双雕。朋友，自于都初见，我便知少侠是个黑白分明之人，没想到如今也心存宽恕之意。金老板的行事为人，并不像炼血堂、万毒门那般心狠狡诈，你我之间没有怨恨，何来宽恕一说？金老板，外面的人都在打得你死我活，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说吧，究竟有何其目的？鬼王让我来杀你，凭你的人头去见。那就动手吧。你不相信？鬼王始终提防着我，知道你对我有恩，所以特意派我前来取你性命。少侠，望你莫要怪我。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
正道中人行走江湖，仗义救己，从不求回报。况且当年救你，是因为你心怀仁义，使我辈同道中人。同道中人，未免也太抬举我了。若有来世，再当同道不迟。多谢。走。我说怎么成天见不到你呢？居然躲在这儿！不请自来非礼也，请你出去。游姬，听说你受了些伤，不要紧吧？谁打的？哎呀，你看看你，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伤情的。伤到哪儿了？背上。你不走我走，我去找碧瑶。何必要打扰他们小两口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方才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让我的徒弟无言去陪碧瑶了，让他们好好说说话，免得打扰我们俩叙旧。谁要跟你叙旧？滚！你看看你，不日我们就要成为儿女亲家，你怎么还是这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？独神，我告诉你，碧瑶是不会嫁给秦无厌的。你们万毒门的厚颜无耻已经突破天际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不是秦无厌，怎么？就凭青云门那小子？哼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次青云大战，无言会亲手解决掉你们鬼王宗的女婿。他死了，我们两家就有儿女之谊了。好啊你，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？没拿到该拿的东西，就被那张小凡给拦住了。关你什么事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犹豫不定。对他们来说，你已经是敌人了，难道你还想手下留情？你让开！碧瑶，我不能让你再去青云门。谁说我要去青云门？是吗？你骗不了我。你要是再贸然行动，一定会落入敌手。为了我们门派着想，哪怕动手，我也要拦住你。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我答应了你爹，
明日会跟鬼王宗一起行动。找到张小凡以后，我会亲手杀了他。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最好仔细想清楚，是站在你爹这边，还是去帮那些跟咱们斗了上千年的敌人？秦师兄，秦师兄，师傅和鬼王宗的人打起来了。想不到圣使还和当年一样的脾气，话说到一半，居然发这么大的火。在下究竟是怎么得罪你了？是害羞吗？毒神，我是看在你万毒门与我鬼王宗联盟的份上，对你多番忍让。你若再恬不知耻，休怪我把你的丑事说出来。男欢女爱，阴阳调和，此乃天下万物化生之真谛，何丑之有？鬼王宗对万毒门素来抬爱，就连自己唯一的女儿都要嫁过来，到时候3媒6聘，哼，先嫁碧瑶，再嫁他的亲姨，岂不是皆大欢喜的好事？住手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右翼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鬼王兄，我本是出于一番好意，想替圣使疗伤，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非不分，恩将仇报。哼，看来宗坛是容不下我万毒门了。爹，万毒门那些废物简直无耻至极，没安好心。闭嘴！哎呀，连鬼王之女也如此侮辱我万毒门，留此何意？我们走。师傅，好了，且听我一言。毒兄，过不了多久就要与青云决战了，何必在这个时候起内讧呢？哼，鬼王，朱雀圣使可是你鬼王宗的人，怎么解决？给句话吧。回去约束好门人，不可与毒兄再起争执。是。宗主真的要带那一群乌合之众去和青云打吗？只是让他们冲在前面而已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毒神那个老怪物说什么让秦无言去娶碧瑶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。碧瑶喜欢谁，你跟青龙心里不是一直都很清楚吗？你没有答应，但你也没有反对啊。宗主，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当这个筹码呢？够了！大战在即，你还指望我再次对张小凡手下留情不成？你们一个个都这么感情用事，万一倒悬出手，局势只会变得更加凶险，内忧外患。此时除了秦无言，还能指望谁来保护好碧瑶呢？既然如此，盟主就自行决定吧，好自为之。分头找。
张小凡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救命之恩就算还清了，你我在此别过，天各一方，有缘再会。你不要再回去了。金平儿，你为何不改投正派？这天底下这么大，总有地方可以收留你。小凡，叔叔还有我，大家都不希望你这样杀来杀去的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不只有自己，我还有姐妹们，我还有我的责任。我知道你对锦绣坊有责任，回于都去吧。这一战如果是我们赢了，我可以代替叔叔向你保证，以后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危险，也不要卷入这正魔之争里面去了。可是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小心！接住了！现在动手吗？金瓶儿不能不救，还是我去吧。他是为了救我被抓的，还是我去吧？魔教那边我还是比较熟悉的，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叔叔，你跟师姐一起去引爆炸药。嗯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做。那金宇跟师姐去吧，完事以后在这里会合，大家要小心。小凡，你要去找碧瑶吗？碧瑶一定会保全金瓶儿的性命，而这一次是我跟她最后的了断。师姐不要担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青云的弟子。这次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得回山了。如果青云一战胜了，我们一起回于都吧，像之前那样，在河边放一盏水灯，说说话，喝喝茶。为什么偷我法宝？谁偷你们法宝了？就是你们偷的！就是你们偷的！就是你们偷的！谁把人的法宝都放你们队伍里去？拿出证据来！兄弟，谁承认吧？就是你们偷的！承认什么呀？谁把人？就是拿出来！
他们已经吵起来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！还不承认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最好跟我说清楚。血口喷人，简直是污蔑！污蔑！就是。难道我们万毒门的弟子还会把东西塞到你房间去不成？够了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先找鬼王评个理。谁不知道你秦无言勾结鬼王宗，要娶那碧瑶当老婆？鬼王怎么会不向着你？ 所以呢，你不敢去见鬼王，走就走，怕你不成？玉阳子呢？玉阳子，你也太着急了吧！一心想进山寻宝，现在找不到，居然还敢下手偷自己人的东西。就你那些破法宝，我长生堂还瞧不上呢。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离间，大敌在侧。 不可因此小事而罔顾大局。哼，小事，法宝全部丢了，这是小事。即使是敌人所为，都拿了法宝，为何不全部毁之，还要放到长生堂房中？这不大可能吧？哦，这恐怕。 是有人被占了便宜，气不过，借刀杀人吧。玉阳子，你说话给我当心一点。鬼王，那这挑拨离间之人，不会是你吧？我万人网做事向来磊落，这种小伎俩有什么意思？哼哼，你包庇敌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谁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还找了个青云门女婿，迟迟不肯动手。 该不会是你让你女婿做的这事吧？毒神，我昨天是给足了你面子，你若要再胡言乱语，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万人王，那林惊羽人呢？被人私底下放走，找不到了。放走了？不会是你女儿放的吧？玉阳子，怎么？ 好吧，狗咬狗一嘴毛，你们分个上下高低，我先走了。师傅，鬼王宗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也走吧。哼，宗主，该怎么办？不要紧，就让他们去打头阵吧。 消耗了实力，我们再上山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师傅，请听我一言，千万别冲动。师傅，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打头阵。青云门一定早已做好准备，谁先冲上去，定会遭到他们的当头重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如。 咱们等鬼王宗先动手，跟在他们身后，这样才最安全。秦无言，你到底是帮哪一头的？他们把门主都气成这样，你现在居然还要让咱们去求和？绝无此事。我只是说，眼下攻打青云，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那你是觉得，咱们万毒门定会败在青云山上？师父法力高强。 青云门那群废物怎么会是师父的对手？弟子只是担心玉阳子他们渔翁得利。那你怎么知道，咱们攻打青云门的时候，鬼王宗的人马不会趁机把咱们给卖了？
你说来说去就是想让师傅回去。哎，你不会是挂念你那个未过门的媳妇儿吧？师傅，无言，你私底下与鬼王交往甚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师傅，弟子是为大局着想，替咱们万毒门监视鬼王宗。弟子不也是为了本门带回了不少有用的消息吗？好，既是这样，那要回去，就你自己回去，留在鬼王宗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报告。还是说，你已经被那个丫头迷得晕头转向了？在弟子心里，最重要的当然是师傅，还有万毒门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但是，千万别让我发现你有一丝的反心。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毒蛊。是。其余人，随我出战，攻打青云山。是。小凡，小凡，我知道你在这附近，你快出来！小凡。
枝桠还知交，铭心又刻骨。我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哼。原来这偷换法宝、一箭双雕的计谋是你设计的。之前发现你也来这儿，所以我特意来此，与你了却几桩心事。只可惜，我也不是余都的城防官，而你也不是城主了。是与不是暂且不论，我来这儿就想问你一句话：这一路走来，你当真做得问心无愧吗？当年你如今看起来，似乎成长了不少。只可惜，你错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。刚才，你本可以一剑重伤我，可惜，你没有出手。若是换在1年之前，也许我会这么做，手刃仇人嘛。可是我不想。秦无言，最后问你一次。如果我原谅你的话，你会回头吗？你连你外公的仇都能放弃？让你回头，比杀了你更有价值。不可能！我不是你。你从小出生在无忧无虑的青云，一直是门中的中流砥柱。你就是跟张小凡在一起待久了，才学会了他那一套。而我，有我自己的路要走，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情我。出剑吧，少城主！杀了我，你才是余都的城主。出手吧！没想到最后，还是得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万都门和长生堂的人都已经撤走了，可以准备了。
村里的炸药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嗯，来吧。蠢货，你根本就分不清谁才是你的仇人。我这不是为仇恨而战，小凡不是，鲸鱼也不是。哼，曾叔叔，本事长进不少，若你外公还在，定会老怀安慰。他一定会安慰的，因为我还是我，我就是曾叔叔。你们虽然说了各自下山，但是怎么能扔下你呢？既是如此，那便一起上吧。秋言，你恩将仇报，天理不容。不好意思，张小凡，想动他，须得打败我。没问题。爹，你没事吧？这个是避毒丹，来，分一下。我临出鱼都之前就知道会碰到万毒门的人，特意让小环准备了避毒丹。曾叔叔，你长大了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对了，爹不是不让你回来了吗？爹，你还说呢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哎，我娘呢？放心吧，你娘没事，她现在正在峰回峰。倒是你，见到张小凡他们了吗？他们都回来了，我们和青云同生共死。还是你田师伯说的对啊，爹也相信你，无论如何都会回来的。众弟子听令，守住此门，直到最后一刻。是。
元煞，化为神雷，煌煌天威，一剑掩之。撤！师傅呢？师傅在里面疗伤。师傅，你回来了，雪琪。外面情况如何？魔教又杀上山来了。我们想出了办法，准备分头将他们击破。敌人势大，我看你还是不要留在这里了，带着天涯剑和你的师姐妹们一同离开小竹峰，找个地方。师傅。师傅，自打您第一次带我回来，我就将青云当成了自己的家。雪琪是绝对不会离开您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也罢，带出了你们这些弟子，乃是我生平最大的成就。雪琪，文明，既是如此，我们师徒就一同出战。是。离人追，那你就是魔教长生堂的刺客周隐吧？你是谁？是你，你是万剑一，马上离开我们青云祖师祠堂，快走！斩龙剑，乃是取自南疆疾苦之地万载律经所铸，斩杀奸邪无数。若用此剑，必定要下定决心，以攻为守。就算功力不够，也要下定决心斩杀强敌。非如此，不能发挥其神力。一定要记住。弟子谨遵教诲。你下过山了？是。见到你师父了。他已经是本门的叛徒。靖宇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就算他是个叛徒，他也是你一辈子的师父。这个既是从你身上开始，也必将在你身上结束。
他已经走了。我想过去找他，可我不知道他会去到哪里。据苍松拜入青云门当日所言，他全家被魔教炼血堂所杀。当时师尊，包括道玄师兄，从未怀疑过。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只是一个谎言。他只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孤儿，而青云门上上下下竟被这个谎言蒙蔽了上百年。师伯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他，与他解决这场夙愿。青云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不要为了这个仇恨而活着，否则你就变成了他。弟子明白。如今龙首峰戒律堂失去了掌座，想必你的师兄弟们都人心惶惶，而你在祖师祠堂面壁罚期也已经过了，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是。青云，把那个盒子带上，送到通天峰，不管道玄师兄伤势如何，都要亲手交给他，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魔教狂徒，欺我龙首峰无人吗？师兄弟，各位师兄弟，我已经被逐出龙首峰，不再是戒律堂的人了。怎么，想投奔鬼王宗吗？鬼王不把女儿嫁给你，你当不成他的女婿了。师父又背叛了青云门，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勉为其难，把你收在长生堂门下。我林惊羽此生行事光明磊落，不管你们怎么看我，我始终都是青云的人。玉阳子，受死吧！给我上！快往通天峰支援！是。看来多了不少做骨的材料啊！休想放我青云！师兄，齐师兄，没事吧？齐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小凡。
小凡，臭小子，今天没有鬼王护着你，受死吧！没想到你的功力变得如此高深。小凡，小凡，和他拼了！上！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你醒醒！醒醒啊，小凡！小凡，小凡！醒了，小凡，慢点。你瞧瞧你，大敌当前，疲惫力竭之下，还敢与毒神硬碰。来，把药吃了。大黄丹。那年你被你师父打了一掌，也是吃了这个调理内伤的。不过你现在内息紊乱，千万不可以再妄动真气了。谢谢师娘。你这一日一夜都跑哪儿去了？你大义师兄他们几个在通天峰到处找你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下山了。那个叫碧瑶的姑娘呢？见着了吗？师娘，你不怪我。傻孩子，师娘知道，感情这事是没有对错的，你自己也不要太过于执着。如果与他兵刃相见，我可能还是下不了手。但是师娘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倾向于魔教的。你自己心里有主意便好。其实你师父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责怪过你。师父呢？还在通天峰守着呢。你的几个师叔都受了伤，眼下也只有他才能与鬼王一战了。哎，你别乱动。你别担心，我跟你师父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自当同生共死。咱们大主峰虽然人少，却也从不退缩。你刚吃了药，再休息片刻，待会儿我便带着你们一同前去。还好有小凡及时赶到，要不然，你恐怕……别怕，师兄不会有事的。这一次，咱们大家都在呢，哪怕是要死在一起，也不负青云千年威名。只要能和齐师兄在一起，灵儿就不怕。没想到，张师弟会回青云，还救了我一命。先前是我错怪他，以为他就那么走了。这一点师兄你大可放心，小凡他是绝对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师姐。哦，师姐，齐师兄。小凡，谢谢你救了齐师兄。这次我们打赢了魔教之后，我跟齐师兄就要成婚了。恭喜你们了，齐师兄，你一定要好好待我师姐，她一向是我们大珠峰的掌上明珠。小凡，灵儿，随我来，驰援通天峰。是。
师伯让我带过来的，嘱咐我亲手转交给掌门师伯。好，就是拼尽全力，也要守住我青云。是，师叔。鬼王现在马上就要打进来了，鲸鱼，随我迎敌。100年了，终于又来到此地了。只是不知当年两教大战之后的遗骸是否仍有英灵？不知青云的历代祖师是否还能料到今时今日的这一刻？鬼王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处心积虑、机关算尽，要离间我青云。可惜呀，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弟子了吗？我们青云上下一心，同仇敌忾。哪怕是战到最后一刻，也绝不会有任何人向你屈服。天不易，交出诛仙剑，我可以饶你们这群小辈不死。哼哼，待你屠尽我青云之后再说这话不迟。负隅顽抗，不智至极，我倒要看看你们青云门到底有什么能耐。那就来吧。元二。